要去海底看铁达尼号的畅水艇泰坦号，搜救队找到残骸，证实已经爆炸，5个乘客拢不幸死亡。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见德国总理肖兹。肖兹强调，伊是当面警告中国，卖笑受怕台湾。单尾成型的瑜伽是甲马仔酒的管仔设计入动作，哪啉哪做运动，互身体甲心情同齐放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要去海底看铁达尼号的畅水艇泰坦号是中国讲，这阵搜救队是已经证实，这只泰坦号爆炸起啊，是伫咧离铁达尼号400多公尺的所在发现这只畅水艇的残骸，其中这5个乘客拢已经不幸死亡。这5个乘客当中，除了畅水艇公司的执行长甲大好野人，这个英国的富商嘛是出名的冒险家，是捌坐火箭上太空。也若是这个法国的探险家，嘛是这座驾驶，是互人号做铁达尼先生，一生畅水来看铁达尼号超过30届。不过，这回嘛伫咧探索半中路过世。美国海华防卫队通知泰坦号5位乘客驾驶畅水机伫铁达尼号沉船附近雷波爆炸。Discovered the tail cone of the Titan submersible, approximately 1,600 feet from the bow of the Titanic on the seafloor.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a catastrophic implosion of the vessel. 当局表示，因为海底环境正歹，无法度确定会当找到尸体，因落去水底费用25万美金，差不多大票775班，拢有签设计师、城市家己负责，包括58岁英国好野人哈丁、巴基斯坦好野人达伍德贝亚囝、77岁铁达尼号专家纳洛莱，也有海洋之门的执行长拉许因某。也是铁达尼号将名的历难者翁仔某的后代。泰坦号所属公司海洋之门探险表示哀悼，讲因拢是真正的探险家。泰坦号18落去水底了，无到2点钟就失去联络。国际联合搜救8月算来96点钟久勇气的时间，22日2天成立有探测到声音。There doesn't appear to b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ises and the location on the seafloor. 根据海洋之门向美国法院提交的资料，2021年甲2022年，至少有46个人坐过因公司的畅水器，成功去铁达尼号沉船的地点。有一寡人转来了，认为有安全上的疑虑，包括通讯会因为不明原因中断，无经过实验认证。2年前，第一批落去水底客户之一，德国退休的生理人冒险家洛希布，就将这种畅水观光比如是一个执行一项自杀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泰坦号落尾游园是无奇迹出现，当初是拍电影《铁达尼号》的导演卡麦隆就讲，伊对这个消息实在是真遗憾。不过伊嘛讲，这甲铁达尼号沉船同款，拢是因为唔听国家警告才会发生悲剧。有学者就认为讲，铁达尼号残骸是9000人罹难的所在，应该爱严肃对待，无应该变做观光景点。何友东就爱暂停这款深海的观光行程。加拿大、美国、法国等等真侪国的搜救队，伫大西洋的北边，正远的2万外平方公里的海域，要找观光畅水器泰坦号伫倒位。这5天海空做伙一直敲找，但是落尾嘛是以悲剧来收煞。死亡者哈丁达伍德的家属，日日以声明对国际社会援助表达感谢。这种载人的畅水器，业界的专家讲，搜救人员伫离泰坦尼的残骸大约500公尺深的海底，发现畅水器的残骸。深海雷崩是一下就发生，是以号表来算，船内的人根本都唔知影迄当阵发生什么代志。It exploded inwards in a matter of a thousandth of a second, and it's probably a mercy because that was probably a kinder end than the unbelievably difficult situation of being 4 days in a cold, dark confined space. So
伫泰坦尼克沉船的所在遐，水压差不多是每平方公寸6000磅，一般的海平面平均压力差不多是每平方公寸14.7磅。有到过水深2135公尺。研究生态系统的研究人员讲，一个悬15公分的泡米杯，成本底好好，但讲伫这种深海的时阵，伊会互缀做一个30公升烧酒杯仔的大细。深海环境是充满危险，嘛有真侪咱唔知影的所在。要执行深海救援的难度，是袂比救一个太空人更较低。It is obviously a very harsh environment, and it's got very little exploration, right? So in general, the ocean, about 80% of it is unexplored. 电影《泰坦尼克》导演卡麦隆，较早为着要翕电影，捌33摆创水到泰坦尼克残骸遐。观光创水器泰坦号歹消息传出来了后，卡麦隆嘛真遗憾。伊讲，这和1912年的泰坦尼克弄冰山沉落去共款，拢是无得听人的警告造成。This father and son on Father's Day, paid $500,000 to go down in this thing. Holy crap. It's just tragic, and it's horrific, and it's unnecessary. 伫2000年的时阵，为着做工课，捌创水到泰坦尼克深海的残骸遐，甚至搁掉伫个普罗佩亚遐无法度振动。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学编辑智廉博士讲，出代志的这片海域是泰坦尼克1000多个受难者死亡的所在，应该奉严肃来对待，无应该奉当作是一个旅游的地点。伊搁呼吁伫个海洋之门创水器的事故原因调查出来进前，所有要去这个地点的行程拢应该暂停。This is not a looky-loo. This is not a touristy thing. This is a serious site that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做事的时阵，讲是伊说服日本增加国防费用。不过日本的官方长官是随便回讲，增加国防费用是日本家己的判断。这拜登的言论是引起误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企业小耍踢出中国，甲工厂刷去越南。越南这阵已经变做南韩第3大贸易国，而且介意南韩文化的越南少年人都是消费的大户。英国《Times》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罗西亚按算要攻扎波罗热核电厂，不过罗西亚是随好人。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 NBA 经纪人今年19岁，身高226公分，互人号做法国怪物的温班亚马是这届选秀状元，已经甲马刺队签约。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澳洲政府要求 Twitter 在28天内要解释网络平台收集受训言论的问题，若无就要一天甲因罚70万的澳币，合台票1400几万。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欧洲，甲德国的总理肖兹会谈。肖兹是强调讲，伊当面警告中国，莫小想拍台湾，呼吁讲中国得遵守国际规范，态度大家真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访问欧洲，也甲德国总理肖兹会谈。肖兹日前到国会报告时阵表示，又当面警告中国唔通对待动武，国明确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规范。无一个国家是别人后院，同时也关切人权甲法治问题。得到现场议员破声，这是肖兹上任了后对中国较强的表态。Alle einseitigen Versuche, den Status quo im Ost und im Süd des chinesischen Meer mit Gewalt oder Zwang zu verändern, lehnen wir entschieden ab. Das gilt insbesondere für Taiwan. 李强昨日去法国访问，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马克宏办公室发声明表示，两人讲到台湾甲乌克兰议题，毋过无说明相关的细节。中国新华社是报道，马克宏甲李强表示，法国方面高度重视法中关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毋过报道拢无讲到台湾。Lately, there's also a new language coming out of Europe.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b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最近结束欧洲访问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德国之声访问，讲中国威胁强调全球90%以上国家晶片在台湾生产，若台海发生战争，全球供应链会遭受严重破坏，致使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让中国了解，想要在短时间内夺取台湾，绝对不是简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国家的领袖，印度的总理莫迪是当日访问美国。莫迪是讲，伫咧美国国会演讲的时阵，强调讲要加强甲印太地区各国际合作，同齐对抗中国。现场大阵住伫美国的印度的民众欢呼声中，来华府的印度总理莫迪甲美国总统拜登做伙徛上阅兵台，接受高规格的欢迎。尾仔两个就进入办公室一对一的会谈，佮举行联合记者会，暗时完有正常名流的暗面款待。另外，莫迪原来得到搁再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机会，这拢显示美国尽力要互印度活过来用心。莫迪即届上届实际受益就是生产记忆体元件的美国科技，宣布要伫印度开设半导体组装加测试厂区，总投资金额27.5亿美金。另外，美国喷射发动机制造业基翼公司要甲印度合作，伫当地设厂，协助印度军方生产喷射战斗机的延引。美国太空计划的重点之一，阿米提斯计划嘛，甲印度纳入合作范围。美国伫印太地区围堵中国防线，袂使欠缺印度这个南亚第一大国的参与。भारत और अमेरिका के बीच करीबी रक्षा सहयोग हमारे आपसी विश्वास और साझा रणनीतिक प्राथमिकताओं का प्रतीक है。不过，自从去年2月底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印度无插欧美的制裁，颠倒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进前嘛派代表团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强化甲俄国的经贸合作。对这件代志，莫迪即届到美国访问，对西方国家一直伫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伊嘛无加做表示。भारत ने डायलॉग और डिप्लोमेसी के माध्यम से इस विवाद को सुलझाने पर जोर दिया है।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stable despite the pressures that have always exis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s to restrict, if that is the right word, restrict our relationship,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印度分析家认为，印度甲中国毋若一届发生边界冲突，双方有基本的矛盾，甲美国合作抵抗中国，这应该真自然。不过，印度国防无亲像日本、韩国甲欧洲完全歪曲美国，所以维持甲俄罗斯的关系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美国的半导体大厂 Intel 是要接一个各国设厂，要争这半导体领头的大位。时间来到宣布3件重大投资，要伫咧德国、波兰、以色列起晶片工厂。目前咱的台积电是伫咧日本、中国、新加坡甲美国拢有厂，也若是这德国厂是还阁咧超车。不过，即阵 Intel 伫咧海外的厂，除了中国甲美国。地点是甲台积电顶塔，其他拢是注重伫咧这台积电业的进驻的欧洲甲中东地区。这是有要甲台积电一人占一地相比拼的气味。美国上大晶片业者英特尔最近一礼拜动作真多，昨日宣布伫咧波兰第3大城弗罗茨瓦夫投资46亿美金设晶片封测厂。这是波兰中央甲地方政府合作，经过2年的努力，甲英特尔不断的开会讨论了，才被选到。英特尔的执行长基辛格强调，半导体制造已经过度集中伫咧少数地区，所以需要更加稳定的供应链。Resilience is the critical need that the world has for this most critical,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nd we should not be reliant on any single port, any single location, any single country. And with that, US, Europe, and Asia need more resilient and balanced supply chains. 英特尔伫咧4天内宣布3条重大投资，除了波兰，也佮甲德国政府签约，投资300亿欧元起2座晶圆厂。将做德国甲欧洲史上金额上悬的外商投资案。德国政府也答应会补贴99亿欧元，差不多是建厂费用的1/3。另外，还佫伫咧以色列投资250亿美金起新厂，会当看出英特尔全力扩张全世界制造版图，加强甲主要对手台积电的竞争。
25 מיליארד דולר, זאת אומרת 90 מיליארד שקל. אם אינני טועה, זו ההשקעה הגדולה ביותר שהייתה ב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שב שזה מבטא הבעת אמון אדירה בכלכלת ישראל, ומראה בדיוק מה העוצמה של הכלכלה החופשית שבנינו כאן והכלכלה הטכנולוגית שמתפתחת כאן.过去英特尔强调被摒开地缘政治的风险，分散全球供应链。不过，即马三条重大投资，其中之一的波兰是我正伫咧战争的乌克兰边啊，抑有以色列是甲边海国家巴勒斯坦抑有伊朗不时发生冲突，互人叫做中东火药库。所以英特尔深受其他考虑，引起大家讨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美国科罗拉多州早日是熊熊落冰角，有一搭室外音乐会，这观众走拢袂离。咱看这冰角是大粒搁洁白，有90个人是去互冰角跌到受伤，加在是无人有性命危险。也若是印度的阿萨姆邦是当咧做大水，有50万人规世人的生活拢去了，有路无厝。天顶熊熊落大粒冰角，人拢徛伫雨伞下骹滴闪冰泡，甚至有人头地桶啊保护家己，袂去讲着伤。美国科罗拉多州城市穆尼森一位户外舞台，本来2月要举办音乐会，毋过迄天煞发生强烈风暴，搁落冰泡，互听音乐会的民众未赴封闭。看到落来冰泡拢真大粒，连金属做的杯啊都好降甲哩哩粒粒。现场差不多有80-90人因为挂着伤才会轻伤接受治疗，另外有7个人伤势较严重，送医救治，好在再无性命危险。看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最近也受到大雨甲造大水的影响，差不多有22个区，将近50万人受到波及，那财务损失，嘛互因有路无厝。সব থাকির বস্তু আনিব নোৱাৰো মোৰ কোনো নাই মানুহ সহায় নকৰে কোনো সহায় নকৰে বুঢ়া বুঢ়ী দুটা এনেকৈ আছে ছোৱালীবিলাকে কোনো সহায় নকৰে কি কম আৰু বাবা लोग तो आगे में से जितना है कम से कम 200-300 आदमी हो ही जाएगा फैमिली तो सभी लोग या पानी सभी के घर में होगा सभी का घर में है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हमारा घर में हुआ है इस तरफ थोड़ा ऊँचा है इसलिए थोड़ा कम है这阵大雨其实是落伫隔壁的不丹，不过大雨互这条流经过阿萨姆的河流帕格拉迪亚河规个场馆，地苏市周围厝拢淹去。当年阿萨姆拢会拄到强烈季风，跟随真大的雨量，也甲土石流灾情，互当地居民当年拢爱避避迁徙甲避难。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中国北京比咱台湾的地理位置是接近北平，照理来讲，这天气应该还小可较凉。不过，昨因遐说是称到41°8，是遐当地有史以来6月上热纪录。日头正炎，天气正热，中国华北地区正侪省5月最即天温度拢称超过40度，其中北京通河口伫下昼2点，温度41.8度，是历历上热的所在，也破1961年有观测以来6月上悬的温度。没有想到北京比南京还要热，这北京已经到了40度的高温。太热了，我们都不出门的。我们今天出门，然后明天就走了。6月就出现创纪录的冠军，连南方来游客拢化冻袂调。中国气象局伫顶礼拜就发潮沙警报，比往年提早2礼拜，而且到拜六之前，温度拢有可能达到39度。温度悬，用电增加，为了应应供电的压力，中国国家能源局顶礼拜伫咧华东电网进行电力应变演习，模拟出现大规模停电，民众也担心会停电。我们那边去年的时候，6月中旬那会儿，就正是热的时候，停电，中午停，大中午停，因为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开空调，然后大中午整个村儿咔停电了，然后到下午6点，天凉快了，它也来电了，就是肯定会担心的。当局表示，电网的安全形势相对严重，因为空调需求增加，和电网的负担比往年更加沉重。今年4月热天气，亚洲真侪所在温度拢至少增加2度。专家讲，这个地区正伫咧经历史上上严重的热天气。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疫情解封了后，大家开始世界旅游，这观光兴起来，旅游的开销当然是比小月的时阵更较贵。
所以讲有一寡想要环游世界去熬拍算的游客，因着利用甲厝头家斗做家私来交换免费过暝。有一个世界旅游的美国设计师就讲，依靠这款方式，一年已经省30几万台票的开销。美国平面设计师史密斯过去一年有8个月伫世界各地旅行，顽固工作，同时探索世界，行遍法国、摩洛哥、日本甲韩国。最近去的所在是泰国。长时间旅行上省钱方式，就是找免钱住的所在。I'm from Mississippi, USA, and I'm here house sitting. 各种跨国的家务换宿平台变甲真热门，使用者只要交一定金额，出租营地出庭外派度假的时阵，找到旅客暂时住，顺便照顾厝，唔免将通无送去，通无旅馆。旅行人也用免费住一个更加亲像厝的环境，体验更加在地生活。I could be just caring for a house, or I could also be caring for a house and pets.And plants, or any variation in between. 美国一个换宿平台，今年第一季会员数同比增加77%，交换次数增加6成以上。史密斯讲，那以每一晚130块美金，差不多4000新台币的旅馆费来算，这一年家己好拼上换宿，保守估计已经省30多万新台币大的钱。伫东南亚物价较低所在省较少，伫法国、日本高物价所在省搁较济。I love the freedom and the flexibility that it allows me. I especially love the extra money in my bank account. 疫情过后，真侪旅客受创的钱包啊，也未回稳，旅游消费力不如以前。业者估算，换宿市场还有真大成长空间。公司新闻是非常朋友。真侪人介意练瑜伽，互家己的筋膜较软了咧，较健康。毋过嘛有真侪动作因为真困难，所以讲袂少人毋敢去试。即阵一个在北欧的丹麦，受一款新型的瑜伽结合白亚酒，因是用美丽的管仔来练平衡感，互训练更较趣味，而且佫会当哪啉哪做动作，互身体甲心情同齐送一个。活动开始进前，甲瑜伽老师先发予来参加的人一人一罐秘鲁，刷落来，大家就开始对瑜伽老师练习这真特别的秘鲁瑜伽。瑜伽老师利用大家手提这款秘鲁，甲瑜伽的动作结合做伙，互原本感觉较困难，也是会淡薄仔食力的动作，变甲真趣味。亲像用一骹徛咧，头壳顶放一罐秘鲁，搁爱徛好在，袂互管仔落落来，大家都算甲足欢喜。也是一面甲身躯拗弯，一面想办法啉着秘鲁，嘛是真好耍的挑战。每一摆完成一个较困难的动作，老师都会带大家喊一声 Cheers， 吸一喙仔秘鲁，甲家己鼓励一下。I think the alcohol is just kind of like a plus because the alcohol sometimes make you feel more loose and more like going with the flow. I'm not an expert in yoga, but it, trying my hardest even and to drink at the same time. 事实上，这种秘鲁瑜伽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出现啦。上早是伫美国，然后德国、墨西哥、澳洲、泰国，嘛拢渐渐有人伫推广。丹麦这位瑜伽老师自4年前开始教秘鲁瑜伽，伊讲真侪人会感觉瑜伽较严肃、较歹学，希望透过这种秘鲁瑜伽改变大家的想法，吸引更较侪人来学瑜伽。I want people to feel good and laugh and have a nice experience. People can go from here with a smile and feel maybe they can feel something in their body they haven't done before. 无论是伫河边的空地，也是伫公园的草坡啊，凊彩出一块布，也是一领衫伫涂骹，大家都会使开始对咧学秘鲁瑜伽。参加的人讲，1点钟的活动虽然嘛小可会忝，但是规个身躯甲心情拢会当放松，实在感觉真好。记者感恩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关是所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